挂彩成熟了，我们要来做腌制挂彩，也可以吃，但是太腌的比较好吃。不用，全部吗？对呀，全部啊。这个哦，喜欢吃，这个苦苦的，怎么会喜欢吃这个哈？照吃不误。这个方法，我用了20几年，小气的。
这应该是不会掉的。给我那个绳子，我这里还有3个。OK， 换你啦，你的工作。叮叮叮叮叮，所以可以开始做这个动作，一直踩。加油！可以。所以我这样，所以可以再做。哦，这个踩得很好。这个踩得很好。这样子应该。就是有脚臭味就对了。没有，这个用。就有踩过就变成这样子。对。
OK。115年2月10号。什么都看不到。OK， 透明的。2月10号，所以3个礼拜。真够。OK。